12生肖開運旅遊目的地，你知道嗎？趕緊按讚收藏。屬兔的朋友，目的地是南非、埃及、摩洛哥，乾爽與日落能幫屬兔的你修剪繁雜思緒。屬雞的朋友，目的地是湖南、湖北、陝西、新疆，厚重歷史氣息，最能壓住屬雞的你的浮躁，增強官祿運。東南亞熱帶水氣旺，去馬六甲或巴厘島的海邊，叢林幫沖太歲的鼠，遇水則發，化解變動壓力，又招財。生肖牛和虎的你，涉火生財，峴港海灘或下龍灣，慢活嘆美食，特別適合犯太歲或害太歲的生肖。生肖馬的，本命年犯太歲，適宜去溫潤的平原。目的地可去日本或韓國。動中靜，涉火化吉。生肖龍，蛇的你，太平洋島嶼，水火調和。目的地可去沖繩島、關島、夏威夷，平衡燥熱。生肖狗，豬的你，不用遠行也能轉運。目的地是廣東省一帶，近水財穩，登高則步步高升。屬羊和猴的，氣場流動，借地生財。目的地是去中國內地各省、四川或新疆，風景療癒又接地氣。